刘妈妈，哎，你真觉得易欢这个丫头，她合适吗？大人，这宫中虽然美女如云，可大多怯懦胆小。像易欢这么娇俏活泼、聪慧机灵的女孩子不多。如今呀，皇上正当青春年少，应该呀很容易就被这种女孩子吸引的。这个丫头啊，生性胆大，喜欢疯。我真怕她入了宫以后啊，咱们不好掌控。易欢这丫头啊，是有很多弱点，贪财贪吃，又贪荣华富贵，怕苦怕疼还怕死，所以呀，很容易就被掌控。况且呀，咱们还可以给她服用大补丸呢，到时候不怕她不听咱的话。咱们先后也送了不少的女子进宫，可是只有一个被皇上宠幸，只可惜又被新来的厉贵人抢去了风头。眼下咱们也没有更好的人选了，这一次只能再赌一回了。哦，不过老身这眼下唯一担心的是，这丫头她会武功，只怕进宫之后会不会引起怀疑啊？这倒无妨，咱们满族的姑娘从小跟着父兄在马背上长大，会骑马射箭，这是寻常之事。这样，老夫为她伪造一个武将之女的身份，这样一来，她会一些简单的武功，不就说得过去了吗？对对对。老爷，易姑娘已经梳洗完毕，正在厅外等候。让她进来。是。小女子拜见中堂大人。好，好，好。谢谢中堂大人不杀之恩。易欢，你是否真心愿意为老夫所用啊？小女子誓死效忠大人。